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国军汉光演习，今仔日正式来登场。这届演习有考虑到台湾市民拢是海的特性，以及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的经验，所以伫咧花莲港演练到境外物资的接转。专家讲，这真重要，持续来接收到各国军事的物资，也即是民生的必需品，会当来扭长到防卫作战的时间。确认发电机会当用汉光40号演习实兵操演头一天，陆军第5作战区征用的民间物资货车透早就伫台中外部区报道集合，因为自强演习同步举行。边仔有教育调集的阿兵哥也基层甲步枪模拟警戒，确保物资的安全。今年的自强演习增加11个参演单位，用品增加305294件。进行了军事物资以及军事运输作业的物资接收以及分配的演练。那这个演练，我们总共增购了包含发电机、有刺铁丝、防刺手套以及欧域式大货车等各式的机具。那前线战力需要保存，后勤嘛是真要紧。国军考虑到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的经验，以及咱国市民拢是海地理特性，拍算伫24伫花莲港要实施境外物资的接转库望。每天的下卸量将近10万吨所以这对于战时的物资补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持续的就是接货就是各国援助的这个军事物资，或者是说民生必需品。境外物资的接转虽然不是头一摆进行，也有需要重新验证，因为要怎确保外国物资运到台湾了后，予有需要的人会当及时的运用，牵涉到各部会沟通甲协调，希望用实际引分找出会当精进的所在。海空兵力开辟一个安全的航道，让友盟国家还有相关物资可以持续的就是支援台湾，这拉长我们的这个整个防卫作战的这个时程。境外物资的接转会当确保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伫战争的时未断去。专家嘛认为讲，唔来当增加全社会检验度，其实是台海防卫作战真重要的一部分。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